流不盡嘅珠江，兩岸講不完嘅故事，歡迎收睇《珠江紀事》。話說啊，喺江門市新會區嘅古井鎮有一條村叫做霞路村。據講嗰度嘅村民呢，都係宋朝太宗皇帝嘅後裔，故此啊，霞路村又被稱為叫做皇族村。咁究竟係咪真嘅呢？如果係真嘅話，到咗而家呢個時代，呢一啲皇室後裔嘅生活究竟又發生咗點樣嘅變化呢？就等我哋去見一見皇族村嘅後人，去皇族村探個究竟。呢度就係傳聞當中嘅皇族村，江門市新會區嘅霞路村啊。村就唔係好大，村裏頭嘅人亦都唔多，事關好多人家都移民到國外。皇族村有一個與眾不同嘅特點，就係住響呢度嘅村民家家戶戶都係姓趙嘅。據講呢度嘅村民都係宋朝皇帝趙信睽嘅後代噃。趙姓呢響中國係一個大姓，咁點解會有咁多姓趙嘅族人住響霞路村呢？呢一啲皇族嘅後人而家又過住點樣嘅生活啊？皇族村嘅村民身形樣貌都似北方人，粗眉大眼，高大威猛。嗱，佢就係土生土長嘅霞路村人啦。佢姓趙，名韶芳，常年都背井離鄉，響外邊打生打死，直到退休啦，先至翻到村入邊。喺香港翻嚟咧，好多人都出去揾食噶，見唔到得幾多個人，有啲會城啊、江門啊、深圳啊都有。呢間咧就去咗美國啦，已經連門都鎖埋啦，係嘛？即係已經差唔多好多人都知道佢。傳說當中，皇族後裔咁樣嘅身份，對於而家喺社會上面揾錢係冇咩幫助嘅。但係趙韶芳嘅父親堅信自己就係皇族嘅後裔，於是乎用咗成大半世人嚟編寫族譜。之但係好可惜，族譜冇編完，佢就離開咗人世。老豆臨死嗰陣時啫，就要我咧就將嗰個族譜延續落去。但係我唔係清楚呢件嘢，但係佢有咁嘅遺言咧，我一定要將嗰個遺言完成落去。但係我始終都係唔清楚呢件嘢，但係佢死都係似一味都係講住呢件嘢。父親編寫族譜嘅事，趙韶芳一直都唔知道。佢淨係聽人講過，響江門一帶流傳住霞路皇族村嘅講法，所以唔少嘅學者遊客都好有興趣嚟呢度探個究竟。而村入邊嘅老人就覺得，唯有族譜先至係最確鑿嘅證據。之但係啊，如果話係皇室風範呢，而家村入邊咁嘅樣，確實就有啲兜踎噃。呢一啲皇族後代早就經已唔再好似祖先咁樣大富大貴，但係日子呢卻依然過得悠閒自得啊！冇事就曬下太陽，吹下水。一到中午呢，一班中年男人就會聚集響村頭嘅大樹底下嚟到打牌。問起佢哋關於皇族村嘅歷史，佢哋仲有啲闊佬懶理添。你知唔知你哋呢個村啊，皇族村嘅呢個歷史啊？我唔好清楚，唔係我係地質會嘅。雖然呢啲村民個個都姓趙，但係佢哋對於皇族村嘅歷史卻係一問三不知啊！反而係村裏邊嗰啲歷盡百年滄桑嘅老屋，有一啲皇族嘅風範。房屋全部都係青磚外牆，高度自北向南，由高往低。村內嘅幾條主巷道都鋪上咗當時稱為紅毛泥嘅外國水泥，睇上去確實係大氣凜然噃。咁點解住喺皇族村裏邊嘅呢啲趙姓村民會對自己村裏邊嘅皇族歷史咁唔了解呢？我細個嗰陣時啱啱碰入文化監，就我老豆咧好少講到我哋皇族後裔嗰啲歷史，所以我哋童年嗰啲人咧，亦都係好少知道呢件事，所以我哋咧一直都係唔係幾清楚呢件嘢。
對於歷史唔了解，點先至可以幫父親繼續編寫俗史呢？佢通過村裏邊嘅老人，揾到咗同父親一齊編寫俗史嘅一個老人，佢係一名退休教師，亦係村裏邊嘅趙姓族人。我同阿關叔關係非常之好，咁佢個仔喺香港做嘢，阿朝芳咧，佢喺香港翻嚟揾我咧，傾起我老豆嘅遺願咧，將下路嘅族譜搞好。人家係有啲提供俾我哋嘅宋史啊，仲有呢啲好多呢啲咁嘅家譜啊。下路村有一啲上一輩嘅老人家有保存家譜嘅習慣，呢一啲家譜都係編寫黃族村族史嘅珍貴資料。而趙老師亦係響一次整理家譜嘅時候，無意當中發現咗 QK。咁多趙姓族人聚居響下路，原來係因為佢哋嘅老祖宗都係宋朝嘅太宗皇帝。我整家譜嘅時候咧，就發現原來我哋嘅祖宗咧係宋朝皇帝嚟嘅，即係我哋成咗皇帝嘅後裔。而宋朝係我哋中國封建王朝一個全盛嘅一個王朝，無論喺政治、喺經濟、喺文化都係好偉大嘅。宋朝好多詩詞畫字等等咧都係好出名。雖然咧我話，我就將家譜整佢成族譜。除咗自己家譜上邊嘅記載之外，趙老師仲意外咁發現咗另外一個證據。我咧就啱啱有份參加全國人口普查，咁從普查嘅資料入邊咧，我了解到我哋下路咧大概4000人，4000人之中咧，起碼有90%係我哋趙姓嘅，起碼3000幾人。咁我咧就好希望咧，我哋呢個族譜搞好之後，能夠使到嗰3000幾人個個屋企咧都有一本族譜，能夠將族譜嘅呢啲我哋嘅祖宗嘅偉大嘅精神發揚光大。趙老師話俾時方知，趙氏皇族血統響下路村延續落嚟，確實係有歷史記載為據嘅。咁究竟呢一座趙姓皇族村係點樣嚟嘅呢？公元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揮兵南下，攻陷南宋嘅京城臨安，逃離嘅宋宗室同一批文臣武將組成行朝，憑借龐大嘅水師，仍然不屈咁抗擊元軍。2年之後就嚟到咗廣東境內嘅崖門。與此同時，數萬元軍響張宏範同埋李衡嘅帶領之下，分水陸兩路直指廣東。宋元兩軍向呢度上演咗堪稱中國歷史上邊最大規模嘅一場海戰——崖門海戰。響兩路元軍嘅輪番進攻之下，宋軍慘敗。宋帝亦即是係宋太祖嘅11世孫趙信崖投海殉國。終於宋帝嘅將士悲痛之極，有啲作船自沉，有啲投海自盡。佢哋同家眷一齊選擇咗同宋帝一樣嘅歸宿。史書記載，7日之後海面浮屍10萬。傳說當年有啲忠義之士，不惜冒住天大嘅危險，將從海戰當中僥倖逃脫嘅趙氏皇族親眷嚴密咁保護起身，直到元朝滅亡，先至恢復其本來嘅趙姓，並且遷到咗而家嘅下路村聚居。咁啊，被稱為皇族村嘅下路村，一路到清朝咧，人口越嚟越多。咁啊，經歷咗鴉片戰爭啊，同埋戰亂饑荒啊，仲有美國響當地發現金礦等等咁多嘢之後咧，呢一啲皇室後裔就萌生咗到外邊去揾食咁嘅諗法啦。咁啊，唔少人漂洋過海，到世界各地去謀生。到而家新一代嘅下路人呢，好多都好似趙少芳咁樣，為咗生計響外邊嘅世界度頻頻撲搏。佢哋甚少知道呢一段歷史，對於自己村裏頭皇室後裔嘅血統亦都唔再在意。正因為咁樣，
老一代嘅下路人就決定要將呢一段皇室血脈嘅俗史傳承落去。啊，邵芳呢個就係你啦，啊，呢個你大佬嘅邵慶啦，呢個你老豆華關啦，啊，搞起族譜嚟咧，的確係好煩，好艱巨嘅一件事。咁有啲後生咧，佢又唔理解，佢一個佢唔了解到個歷史，第二個佢唔理解我哋做呢段嘅工作。為咗編寫一本完整詳盡嘅俗史，需要搜集村裏邊各家各戶嘅歷史資料。佢哋編寫咗一本簡譜，向一次僑鄉會上邊散發出去，就引起咗好多人共鳴，寄咗好多嗰啲資料嚟俾我。嗱，比如呢啲啊家譜啊，有關呢一箱嘢咧都係啦，呢啲浮石嘅族譜啊，呢個大鵝溪噶都係趙氏嘅族譜嘅，呢個趙氏嘅族譜嘅，仲有呢啲係美國嘅搞嚟俾我嘅。呢本就係最有價值噶啦，我哋搞下路族譜最有價值嘅呢本。因為佢記載嘅我哋嘅祖先啊，從皇帝嗰個時候記起嘅，一直對記埋我哋下邊個家族嘅情況嘅。呢個係北京寄嚟嘅，咁仲有咧好多信件，呢啲信咧係澳門寄嚟嘅，湛江寄嚟嘅，趙姓。呢啲信咧好多就係有關族譜嗰啲嘅資料，佢個家族嘅一啲嘅族系嘅資料。同埋有關啲歷史問題嘅呢個討論啊，下路村老一輩費盡一片嘅苦心，只為將一段趙姓俗史傳承落去。好多兄弟支持我，同我一起落去攞資料啊，抄神紙牌啊，即係同我咁年紀咁大噶啦，啲老人咧一齊幫我整理資料，將搜集翻嚟嘅資料整理成比較有規例一啲嘅族系嘅。響呢一座幾乎經已人去樓空嘅村裏頭，搜集資料就顯得非常之麻煩。趙韶芳從來都唔知道，原來父親在世嘅時候，經已同趙老師一齊盡心盡力咁做咗好多工作。關叔對族譜的確係非常之關心。臨走之前呢，佢又捐咗款啊，又出埋主意啊，好值得懷念嘅骨。趙韶芳終於明白咗父親未了嘅心願。呢個我老豆，呢個我媽，呢個我老豆，靚仔嗰陣時啊。儘管村裏頭嘅後生都經已背井離鄉，向外邊搏殺，唔再關心呢一段久遠嘅歷史啦。之但係呢一啲老人仍然懷住美好嘅希望，希望要將黃竹村嘅歷史發揚光大。趙韶芳決定幫趙老師一齊搜集資料，繼續父親未完成嘅工作。今日我同阿韶芳一齊嚟度啲睇下嗰啲有關族譜嘅嘢，好嘅。因為好多村民屋企裏邊冇流傳家譜，於是乎趙韶芳同埋趙老師就一齊挨家挨戶去拜訪，對照住神主牌，將一代代祖宗嘅名抄寫落嚟。我其實我都應該和神主牌一樣嘅，好啊！我入俾你啦，呢啲閪人我都唔識計查啦，跟住計查咧，佢好多世紀喎。講21世，我16世16世啊？蒙仔，鎮燒鎮咧？係啊，係鎮啊，解一隻船狀個解啊嘛，咪鎮咯。而家對趙韶芳嚟講，編寫下路村嘅俗史，經已唔再係圓父親嘅心願咁簡單。佢諗村裏頭嘅老屋會陳舊，留落嚟嘅人會變少，但係呢一段傳承百年嘅皇族歷史，卻唔應該響呢個時代被忘卻。
霞路皇族村嘅呢本俗史一定要流傳落去。越整越大，越嚟越參加嘅人越嚟越多，而且參加啲人嘅質素越嚟越高啊！包括咗已經退咗休嘅我哋嗰啲霞路籍嘅嗰啲前輩啊，好多係專家、科學家、有工程師等等，真係好偉大。霞路村嘅村頭係霞路村中學嘅校舍，學校大門嘅旁邊有一座距今360幾年嘅宋宗室親神趙公祠，當地人稱之為耿光堂。佢係由宋朝皇室幸傳嘅後裔興建嘅古祠堂，一直備受霞路村趙氏族人嘅呵護。趙公祠見證咗霞路幾百年嘅歷史滄桑，而家佢成為咗尋根問祖、緬懷先賢嘅一方殿堂。我講個古仔咧，如今趙老師同韶芳一齊帶住霞路村嘅呢班細路，同佢哋講趙公祠嘅歷史，講皇族村嘅故事。聽嘛？呢個學校梗係佢俾錢起㗎啦，係嘛？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國寶啊！你係現在個人帶呢一賤價嚟到南海洋啲迷惑點啊換翻？村裏頭嘅老人正喺度盡佢哋微薄之力，將皇族血統記載入冊。希望村裏頭嘅細路唔好忘卻歷史，唔好忘記祖宗，要自細就擔起為國為民嘅責任。而家皇族村嘅後人同普通人竟然冇咩分別啊！喺佢哋身上邊，竟然感受唔到皇族嘅嗰種氣質，佢哋嘅生活經已同古代嘅皇室毫無拉更。畢竟歷史滄桑經已幾百年啦，而編寫俗史呢一件事，而家呢一代嘅後生呢，確實係唔再關心。之但係我哋諗一諗，如果唔係一代一代堅持不懈嘅傳承，如果唔係流傳落嚟嘅史冊嘅記載，我哋又點可以了解到我哋中華民族5000幾年嚟嘅光輝歷史呢？所以話老一輩嘅霞路人嘅一片苦心係可以理解嘅，亦都係值得我哋去尊重嘅。相信霞路嘅俗史編寫一定能夠得到更多嘅霞路鄉里嘅支持，希望佢哋能夠盡快完成，好好咁將呢樣嘢傳承落去。好啦，關於皇族村嘅古仔就講到呢一度啦。正所謂經堂冇得響，古仔一齊分享。每個周六日等你嚟捧場，我哋下期再會啊！拜拜。我就將佢度嘅，因為阿強咧，以前阿何強同埋棍祥咧，以前幫我搞條路就落夫佢抄神啲。一世。嬉笑怒罵講論世間百態，珠江幾時細品百味。